年中怡保最熱鬧嘅夜晚就喺呢度，巴羅101即將會有聖誕同埋新年嘅嘉年華會，嚟緊前後咧將會有10日嘅巴沙喺度進行喎，20號到24號嘅聖誕巴沙，同埋27號到31號嘅跨年巴沙。一到喺傍晚咧，呢度嘅聖誕燈飾咧就會亮起，舞台上咧就會有不間斷嘅表演出現啦，各式各樣嘅吃喝活動攤位咧就等住大家嚟消費哦。現場咧仲有寵物領養活動與 Happy Tail Shelter 聯辦，為啲可愛嘅狗狗咧揾到一個溫暖嘅家。最大嘅重頭戲就係喺12月31號嘅跨年晚會啦，多名嘅歌手同埋舞者咧表演，一齊倒數呢個跨年晚會啊！現場仲有一個特別嘅節目同大家互動，聖誕跨年最佳穿搭比賽，有寵物組、兒童組、公開組，每日咧都會選出當日嘅最佳造型。除咗巴沙之外啊，仲有好多原有喺巴羅101嘅靚牌子咧，都值得大家去消費㗎。最後迎接2026，呢度咧仲會嚟一個震撼嘅煙花秀嚟點亮成個怡保嘅夜空。呢個聖誕跨年怡保注定精彩，到時候咧記得帶你嘅親人、屋企人咧嚟到巴羅101，感受下呢度嘅聖誕氣氛啦！